东特南中永西的天地，哦，看过没到，走那三位。拍不完，本来就拍不完。我以为现在可以开始了，我以为没点过。到了。这个地上那个渴望名字了，拿手机那个渴望名字，他一下手机来了，要扫。8点钟了，这么近。穿战服比较麻烦。那边灯都亮了，这个可以装修了。这个麻烦装修了，灯不是灯泡装了一下，全没有那个灯。那个去前面打卡，还有找记号、打电话、拿药、打记号。
账上的那个。就是我不晓得，我送哪个娃我就知道啊。我说你送哪个娃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还不知道别个喜不喜欢。我说你直接反正我就买糖果算了，买巧克力然后娃娃的东西太复杂了。有时候还不知道别个喜不喜欢。马上开始了哈。开场的歌曲，开场的歌曲。一会儿直播了。哎呀，今天他我了40万吧。不用拉肚子了吧？没有正常的，干的那种。就是了。正常的，非常正常。真的。对啊，就出去不要求的。我去问我了10几块钱，那个市场那个对吧？关环线我们这个还有保险。你是要把这个卖了吗？完了换成15了。哦。这官网里面的话嘛，我这还有15吧。15现在已经低于那个官网价了，外头。还是马克思还是一样的。对呀，这还有15吧。新的很便宜。这个15的好像就是品控有点问题，很多都有问题。好多我看车厢了那个沈阳就有那个。说的是颁布的，他们说应该以后才会做回来。换下来主要是那个手机。啊，对。我也是觉得为1号车，我准备等下一代再说，这一代还等16哈。哦，等16再。6箱那些，12、13箱。去郊区喽。昨天晚上下，今天下哈，老子今天下。他跳是可以啊，他本来就不胖也不重。这个是啥名字？我搞忘了，那个就这个女的，一下想不起来了，叫啥呢？开始了，8点多开始。这个叫啥名字？我搞忘了，这个不是小王那个，不是。
哦，那个是缺针，哦，对对，那个这块的朋友，这块的朋友，哎，人家挺强的，他喜欢几块，这把也喜欢罗马那个，叫缺针。这位美女是叫曲珍，叫确实的曲珍，珍是真的珍。这把和他在一起，但这把今天没来，有可能等会儿来。星期六吧，今天。这里哎没懂啊。王清月来了，医生叫他休息2周吧。他的医生叫他休息2周。
就主席的那个说了，等把本县总有几说了，个说了，几说了，个说了，几说了，总把养个心嘛个说了，那早的着扎西几说了，个说了，几说了，个说了，几说了。那的个说了，亲的扎西打几几说了，个说了，几说了，个说了，几说了，养亲的种种双个说了，双把人的要求几说了，个说了，啊，还可以驾驶去吗？救不了了，驾不了了。就是驾驶。小李地位，小李嘛，多经验。应该怎么样说？扎西卡卡卡波个说了，等着路上你莫想说了，个说了，几说了，个说了，几说了。啊，你是那个有个小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买不完的是什么，结果给他买巧克力吧，对吧？巧克力糖果就是还不知道是什么人，有个小女孩不知道是这个吗？这个小女孩吗？不知道是送出来的。昨天晚上不是说那个小女孩，我不知道是跳舞的吧？今天晚上那个还是另外的。还是这个小姑娘是哪一个？这个吗？这个小妹妹吗？这个今天穿藏装了，就是星期六她穿的，她们穿的那个服装。他跟我说了，我不知道是哪个女孩子，他是说布娃娃。
把钱踩了，这位是把钱踩了，所以突然熄火了。突然卡了，电线被，好吧，就是被人踢了的，后面应该是无意之中接线我的问题，把那个插头那个碰了。哎，木匠某某来了，木匠某穿了红色的衣服，然后就开始欧姆两个，先跟大家招手。这是手机的外圈啊？不是啊，不允许。举手投降嘛。小鹿，说小鹿吗？是不是？张小鹿是另外一个，是做雍正的那个男朋友。哦，苏拉在穿衣服。他要帮忙，要帮忙，走马图嘛，走马图来帮忙。那次走马图帮那个。真的是谁啊？他跑到他铺面那个店面去搞，好像是谁啊？我忘了。基本上穿衣服都2个人，一个都穿不好。西装古装，就放这个吧。就这个菜。这2个小朋友喜欢。送了5家墨啊，那个金明珠是不是送这个？这个他明天可以送，不知道你是说送哪个小女孩？说送布娃娃，不知道喜不喜欢。这就是5家墨的小女儿。吉祥祝福。
西穿帐篷好看，去他们那个山都好看，个子比较高，西藏国装嘛。只有一个。
亲了啦，咱做些。我是他的文艺委员，到底你们谁是谁啊？我是文艺委还是税科的代理？你们俩是谁？
点着了，到了这啊哟那有那就点着了。起码要了真的是他看见就怕，大我讲过有讲是比他们没多呀，大我讲过有讲是比他们没多。让人做了多么大眼你那牵着，就那在他点着嘛就随便看你啥呀，就那在他点着嘛就随便看你啥呀。东山我们走了，没走那么没得，最后在天涯中南边过的木兰嘛呀，最后在天涯中南边过的木兰嘛呀，最后在天涯中南边过的木兰嘛呀。手机给你的，手机有方便的地方。昨天他们三个嘛，我们三个在一起，我们三个在一起。有时候相机它要对焦对吧？你那个太老了，这个啊，这是买个新的嘛，现在。这个好听。
来了吗？这个特勤处又来了。这个是确诊特勤处。情，疫情，我去。行，无所谓。小罗，他应该不会看我，他应该看抖音的。他不会看美国的，但是我没单独拍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
啥？又是徒弟吗？这个实际上又成了徒弟了吗？邓子在教他。你他你都要请我出去嘛？我没那个，我给他摆了几次，但是没有留那些。取证，这个是取证。照相吗？我也拍。哎，没有了，啊，刚刚开始，慢慢开始。这问题他们跑过来跳了，开始比较快。不让你进来，你出去。什么？他们收入都没有，他们实习生一分
快活的嘞！今天你还没走前面撇呢？啊？今天咋没走前面撇呢？长焦。哦，新200元。只能带那个50啊35那些。长焦买吧，这远点赔。这可以带个人嘛？可以，我可以退休。可以。我能摸一下，我要抱他们吗？啊？好，可以啊。对，没有太高。好吧，再跑上，跑什么？这样。我很想摸。那个长焦。家摸的小孩儿。哇，要往上面跑一点，太过了。这样跑，上面跑，上面轻点跑，这样跑这个上面，这个这么一。不然他不行。
好站在一起。啊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他应该这儿应该是有10吧？哎，可能会，对。哎，就跳得好，他们经常在那个婚礼上面经常跳的嘛。还有一些就是朋友那些婚礼他跳。哎，你们反桥用的啥子？我用小火箭。啊？小火箭。小火箭呐。是 A P 不是 A P P 啊？网站上下。要给钱啊？一个月好多？不是说我得只买个5、6美元，这个免费是。一年好？也不是，它就是5、6美元左右，7美元左右，你买了之后。那么便宜？它只是你必须买机场，单独买5个月的钱。如果是个人，这几个月会1年的。那个保办费，那个保办费。我的排王星。他
地上了休息演奏，这有应该是用的一个地方。海水洗的，海水洗的。现在那个，他那休息了，他还对啊，他就是没那么，今年应该算比较剧烈运动，他之前的没。哎，我觉得境外越来越有意思，真的。才知道吗？真的，我才知道吗？你都漂了那么久了，你还不知道？你一直在罗马的嘛？他们拖过来，他洗澡也拖过来，洗澡都拖不过来。家人们，可以吗？还是老地方好。不是，我让他看，别看了，现在看了，看什么事？来，有关喽！来，一人拿一个。确诊。可以，明天晚上确诊。这个确诊，现在不用表了。今天穿藏装特别好看。明天要去拉长。确诊吧。好，明天晚上好好看这个下。你们两个是？我还同学。东西都加了摄像机嘛？没有不加摄像机。这个方面呢，这个可以去温定去，你只能去过来，自己转也可以，但是你这方面呢，对呀，对呀。你们是一个公司的嘛？哦，在一个公司里，在一个店里面。走了啊！好，走了。也是一模一样，这个老师。谢谢。我这个走了，他来，他走了嘛？每次都是他就走。我来的时候看他。啊，对啊，他都来去罗马呀，去新年桥啊，就是去香港啊都要去。他有可能去那些桥底下那些，他每个地方都要去。新年桥的有件17哦，摇17小付说的，明天晚上约了瑶瑶，明天晚上穿上装在西面桥。如果你撇不过来，没办法了。我先过去了。美女姐姐，这不成噻。这单反的也算是急了。结束了。西面桥里面是，去。这慢慢的都是。重新打上入门嘛？没有重新。这是单独给他们拍，筹码出去。明天拍什么嘛？拍什么？拍视频吗？先走了。我带过来的。
哦，我们当然应该可以。他们明天就是拍视频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对，是这里单独拍吗？单独。每天晚上就在那。哦，就在后面那边拍。对，不知道单独拍。啊。你也有泳季要拍吗？今天有空吧？是不是今天那个？有徐峥是最搞笑的。他是掉皮的，他是掉皮的。还有给他啊，是不是你的？或者合影的话，徐峥。哎，我都有还要检查一下，还没演完。可没演。因为这样本来是我的包。哎，他们今天去不去哦？没有吗？你的有？肯定有。我昨天跟那个。昨天我不是喊你去了，那个李总刚来了嘛？啊。后来我们去了做那个胖。哎，今天胖胖没来。阿姨，小胖。这是哪种？开后车那小胖的。你不要了，那是我。昨天本来坐他的车呢，他是一个那种拉货的货拉后面是一个那个箱箱，可以拉好多货，就是一个铁箱子。他就是铁箱，就全部把座椅取了的。对。昨天坐他的车到起。哎，这里还有。结果我们去。待了会儿，他走了，然后我们又坐他的车又回来，我跟那个李总跟嘛。后来你走了噻，之后我们又在那儿，在那个罗马那儿，给那个小邓他们在摆了半天那个。你要去骑过哈？啊？哎，我去洗个手吧。骑过？可以啊。你去那有人去吗？我这车开车的。那我坐你车去呗。走吧。来吃嘛。那就跟我吧。把车停一停。体育馆有人跳吗？有人跳。肯定有啊。有，那我就坐你的车了。今天小胖没来。昨天。哎，我发现你们挺牛的，警察亲自给你们保驾护航。派出所派的。你。派出所派的，他们派那个修一直持续的。怎么不跟罗马派一个？这边人太多了嘛。对，哎。看个拍一下永贞。之前穿那个衣服红色的，这个好看，红色的。对啊，衣服好看，就是他跳舞的时候穿那个衣服。给拜拜。